嗱，如果咧你喺2025年追咗 AI，半導體呢刻可能你喺度偷笑，因為你賺咗好多錢。但係如果咧你聽完高 Sir 今日嘅分析咧，你睇下你仲夠唔夠膽 all in 呢個 AI 喎？納斯達克咧去年咧升咗30%，但係機構咧已經偷偷地將啲資金咧從科技股抽出咗啦，轉到去呢啲咧你可能忽略嘅板塊喎。呢個轉變隨時咧會決定你喺2026年會唔會賺到錢、供到層樓，定係咧輸到甩褲嘅。嗱，今日咧特別咧就請到我哋嘅團隊成員啦，前投資銀行分析員、銀行嘅前 RM 高 Sir 啦，拆解3大投資嘅主題，仲會教大家點樣咧避開高位接貨嘅陷阱。高 Sir，好多網友等緊你嘅分析喎，但係開始之前，立即訂閱我哋嘅 channel，再撳埋個鈴鈴，咁第一時間咧就會睇到我哋嘅新片㗎啦。首先問下大家一個問題啦，2025年人人都講 AI， 就好似2017年個個都講虛擬貨幣 Bitcoin， 2007年個個都講次按。咁當茶記阿叔啦都同你講買晶片股啦、抽新股啦，咁呢啲嘅時候咧就要小心啦。今年市場啦嘅風向咧已經靜轉咗啦，從搶技術啦變成咗搶資源嘅。簡單講啦，今年有3大嘅主題。決定你嘅成敗啦，資源爭奪啦，估值回歸同埋減息預期。聽落複雜，我用例子慢慢講俾你聽啦。搶資源咧呢個點咧就好有意思啦。最近咧委內瑞拉同美國咧就簽咗一個5億嘅美元石油嘅協議喎。聽講咧佢哋嘅石油儲備咧比沙地仲多18%。咁仲有咧大把稀土啦、黃金啦，咁呢啲消息咧對投資又有啲咩啟示咧？咁難道石油股啦、礦產股啦會成為嚟緊嘅新龍頭？就好似咧你落街買杯麵咁樣啦，平時10蚊，疫情嘅時候咧就炒到30蚊。因為啦供應少咗嘛，各國啦經過啦2021年嘅疫情隔離啦，咁終於醒覺啦，冇原材料再好嘅技術咧都係得個講字。咁 AI 咧係需要稀土做晶片嘅，咁新能源啦需要鋰礦做電池啦，咁而委內瑞拉呢個沉睡嘅礦山被激活啦，咁只係一個開始嚟嘅啫。唔淨止委內瑞拉嘅，咁大家都記得上一年嘅烏克蘭協議啦，咁到今年嘅委內瑞拉啦，咁到未來咧仲有格陵蘭等等嘅地方啦。咁其實呢啲地方嘅共通點就係擁有好多天然資源啦，石油、稀土等等，咁呢啲其實都係靚嘅食材啦。咁其實就係呢啲國家唔淨止可以供應俾自己啦，咁亦都可以賣俾其他國家，好似開餐廳咁樣嘅。呢啲資源咧就好似啦開餐廳嘅食材咁樣啦，咁中美啦之間咧就搶住去訂貨啦，個價錢就自然會上升。咁對投資者嘅意義係咩咧？呢一個係一個黃金嘅時刻啦，咁需求好大，但係供應咧就有限。咁變咗一啲資源嘅板塊啦，例如礦業啊、新能源啊、資源嘅板塊啦，咁喺呢一段時間都有受益啦。咁幻想一下自己去配置呢一類嘅資產啦，咁其實咧就係賣廚具俾啱啱新開嘅餐廳啊。其實呢個係唔係投機取巧，而係捉住必然嘅趨勢。咁即係科技股會大跌。好多香港人成日都話高追慘過敗家喎，咁而家咧 AI 股票估值咁高啦，咁係咪時候真係要賣晒佢咧？嗱，咁唔使驚到要斬倉嘅，咁但係留意啦，咁就需要咧係做換馬行動啦。咁美國嘅股市估值啦，咁而家去到 GDP 嘅230%啦，咁即係一間公司每賺1蚊嘅股價就炒到2個3，咁呢個水位咧歷史上係好少見。咁更加驚人嘅就係啦，迪士尼、華納呢啲媒體公司啦，咁投資咗28億去 AI 晶片啊，咁連外行都湊熱鬧啊，咁證明個市場係有過熱嘅程度咯。咁聰明錢啦，咁已經開始咧係轉入防守股票啦，咁例如啦醫療保健啦、消費必需品等等啦，咁公用事業股啦。咁呢啲股票咧未必喺今年會爆升嘅，咁但係可以咧穩住個本啦，對沖翻個估值風險嘅。最後咧想問下減息啦，聯儲局咧喺2025年咧佢就降咗幾次息噶咯喎，2026年仲會唔會降息咧？香港銀行之後跟住喐啦，股市啦、樓市有啲咩影響咧？減息啦就係一個感冒
嘅感冒茶啦，咁你感覺到自己就係感冒啦，飲咗就會舒服啲。現任嘅聯儲局主席鮑威爾啦，咁就喺今年2026年5月啦就卸任嘅，咁新任主席啦就更加敢於去減息啦，咁但係市場仍然存在不確定性嘅，咁但係唯一可以確定嘅就係減息咧係一定係會發生啦，只不過係快與慢嘅分別。咁呢個時候債券就幫到你啦，債券受惠減息嘅週期啦，咁無論快與慢，咁只不過係資產增值上係緩步增長啦，咁可以對沖翻現行嘅風險嘅。咁但係記住咧，減息咧係因為經濟有壓力先去減，而唔係一個牛市嘅信號。官方嘅預期咧係今年就係減一次嘅，咁但係實際上機構咧係預期減2至3次嘅。咁呢個時候咧就可以買入一啲債券係打底啦，例如一啲高評級嘅政府債啦、投資級別嘅企業債啦。咁雖然回報係唔高啊，但係勝在穩陣啦，就好似你投資入邊嘅安全帶啦。咁咧，我哋賣個關子，我哋下集咧就會講下債券點樣揀啦。咁所以記得咧 subscribe 我哋嘅 channel。總結一下啦，高 Sir 提出嘅3個建議，第一咧就係咧資源爭奪戰啦，咁啊揀下礦業啦、清潔能源股啦。第二咧就係估值咧就回歸咯，換馬去醫療啦、公用事業股啦。第三咧就減息週期啦，就應該擺啲喺債券嘅投資度啦。好多人話咧，就算聽完之後咧，佢都唔知點揀喎，咁點搞啊？咁其實咧，我哋嘅團隊咧都可以提供咧免費嘅1對1嘅諮詢服務嘅，咁可以喺 InfoBox 嘅連結，或者咧就 WhatsApp 我哋91060898，咁我哋可以安排你星期1到星期5啦，10點鐘喺我哋 office 觀塘同你做一個1對1嘅分析嘅，咁希望幫到大家啦。以上咧都係咧分析提供參考嘅，不構成任何投資嘅建議啦。每個人嘅風險承受能力都唔同嘅，揸主意之前咧最緊要咧做足功課啦。有啲咩問題咧可以喺留言區留言，我哋咧會逐一解答翻俾大家嘅。今日嘅分享咧係咪好實用咧？記得 CLS 條片俾更多朋友仔一齊咧學識揀基金啦，揀啱咧就有錢分，同埋訂閱我哋嘅 channel， 仲要撳埋個鈴鈴。下集咧再同大家咧講下理財嘅乾貨，下集見，拜拜。